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工地进前爆出有人新冠肺炎确诊，市政府要求5月28到6月14要停工消毒。不过，即马是有议员接到投诉，讲工地无老实停工。台北市树林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工地，正有发生新冠肺炎的感染事件。市政府讲，在发现了后，5月28到6月14这段期间，工地是停工消毒。不过，市议员黄玉芬讲，有工人投诉，在5月29、32天，也有工人去上班。台北市政府宣称停工之后，还是有在动工。那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，包含5月28号、5月29号跟5月30号，都有这个相关的施工日志。我们发现，在5月28号、5月29号，这个相关的进场人数分别有77位跟56名。黄玉芬讲，工人私底下向伊表示，只是希望会使在安全的环境食头路。今日把问题点出来，希望市府就要重视。我们在北艺有4个标，其中室内装修标跟剧场设计标这2个标呢还在进行当中，所以马上得到这个信息之后，这2个工地分别在5月28、29尽速完成，包括停工申请、停工降载，以利全工区可以在5月28到5月30能够顺利的分区完成清消的作业。针对蔡炳坤的回应，黄玉芬讲，当初市府是讲工区是全面停工，甲即摆讲法是有冲突，而且清洁消毒哪会让工人来做，这可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记者郭表根郑派文台北报道。